咱来看云林某一个37岁姓丁的查甫人，以假投资假交友来诈骗，警方掠人嘛去找到4支枪，佮上百粒的枪支。初步的调查大约20多个人受害，损失5000多万，3个嫌犯已经被收押了。 警方掌握消息，来到姓丁的嫌犯因家找到4支枪、100多粒枪支。因为有一个诈骗集团是姓丁的嫌犯做头，用怪人投资假要交朋友的方式骗受害者汇钱了后，再个指挥诈骗集团的卡仔领钱。警方班过求敌，才查到详细。去年年底间弃获某诚信诈骗集团车手后，发现被害人众多且 被害金额庞大，指挥警方持续溯源侦办。云林地检署表示，因为去年底有一件假投资的诈骗案，受害者有几60个人，金价上千万。检方认为背后还有一大片的诈骗集团在做中介人，所以继续侦办。落尾才查到诈骗的主嫌是平常时住伫云林海线37岁姓丁的嫌犯。今年1月29日，弃获丁姓诈骗集团 车手首脑，并在其住处扣得枪支4把、现金50万等相关证物。经过初步调查，目前有20多个受害者去互人诈骗，拢总了5000多万。经过检方侦讯，以涉嫌加重诈欺、组织犯罪条例、各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甲姓丁的主嫌等3个人声押核准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